同學，你有冇事啊？見到一直流鼻水，你係感冒咗啊？我鼻塞啊，呼吸好辛苦啊。你撳住呢度試下，隔一陣會好啲㗎。咦，真係喎，真係舒服咗啲喎。你好叻啊！我唔叻，喺後面呢個粵傳承手機應用程式叻。佢係一款結合現代技術，用嚟傳承中醫學穴位按摩知識嘅 App。佢唔單止可以幫你揾到穴位，仲可以教你點樣按摩，好實用㗎。佢用咗 AI 同埋 AR 技術，你只要輸入身體狀況，例如鼻塞，佢就會引導你揾到相應嘅穴位，仲會推介你最適合嘅按摩方案。哇，好智能啊！手指仲會跟住個人移動。個 App 會提供圖文解說同埋語音指導，手把手教你點樣按摩，完全唔使擔心學唔識。佢仲會細心解釋每個穴位嘅功能，讓你了解背後嘅功效，令你可以保健養生或者舒緩不適，真係好實用㗎。粵傳承唔單係一個健康嘅指南，更係一個中華文化嘅傳播者，讓世界各地嘅人都可以體驗到中醫學嘅智慧同埋魅力。